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美聯物業嘅 Martin， 而家嚟到珠海市中心前山河嘅白石橋。香港朋友都知道喺大灣區買一手新樓，同埋喺香港買一手新樓都係一樣，係買家免佣嘅。地產 agent 嗰份佣呢，就係發展商幫佢哋俾咗。咁有啲香港朋友會諗，如果自己直接落去樓盤揾駐場銷售，叫發展商將地產 agent 嗰份佣回俾自己，咁行唔行得通呢？今日同大家傾下呢個話題。其實呢個係涉及發展商佢哋喺行業裏邊嘅自身利益。第一，今時今日絕大部分成交呢，都係靠地產 agent 按住客戶嘅需求去配對成交嘅。佢哋為咗唔會破壞同地產 agent 嘅關係呢，佢哋係唔會咁樣做嘅。第二，如果發展商將地產 agent 嗰份佣回咗俾人客嘅話呢，咁啊變相將佢哋嘅樓盤減價，沒完沒了。發展商都係聰明嘅，佢哋更加唔會咁樣做。樓盤駐場銷售，因為佢哋嘅角色所限，佢哋只可以介紹樓盤本身嘅優點，佢哋甚至乎對其他區份嘅優點，佢哋連提都唔提得嘅。相反，專業嘅地產 agent 呢，係會對其他每一個區份裏邊嘅交通配套、生活配套、醫療配套了如指掌嘅。所以專業嘅地產 agent 相對買家上係會有地域上信息差嘅優勢嘅。專業嘅地產 agent 係會為客戶提供產權過戶、樓宇按揭、辦居住證、水電燃氣過戶、收樓驗樓呢啲一對一、點對點嘅服務嘅。而樓盤駐場銷售咧，佢哋係唔會提供呢啲服務嘅。聰明嘅香港朋友一定明白裏邊嘅原因。所以喺專業服務承諾、金錢上、售後服務上，揾一個值得信任嘅地產 agent，比你哋自己直接落去樓盤揾駐場銷售來得更加合理、更加安心，對買家更加有保障嘅。我係美聯物業嘅 Martin， 一個已經移居咗大陸14年、長住珠海嘅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持牌 agent。如果你哋對大灣區嘅物業需要再進一步嘅資訊嘅話呢，請加我屏幕下邊嘅 WhatsApp 啊，請點讚同埋訂閱，咁下次 Apps 就會 send 個新片俾你哋噶啦。下次新片見啦！